好，交俾你啦，第二場 ，Come on，DJ，drop the beat，Who will be the first？ OK，Hila， Yes。5, 4, 3, 2, 1。OK， 李宇陽。Yes。5, 4, OK, that's it。OK 啦，嚟到我哋第二場啦，有我哋嘅詹希娜對上李宇陽，究竟咧邊一個會第二位晉身8強呢 ？OK， Judge 3, 2, 1。OK， 恭喜晒詹希娜，好握個手啊，握個手 ，OK， 亦都可以握完手之後咧，落台休息下先。